刀具美人唔見血 ，Magic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有請 Magic Kit。兔女郎今日想睇咩魔術表演呢？梗係最勁嘅魔術啦。嗯哼，中唔中意花？中意。送俾你。有冇漏咗啲啊？玩大啦，點玩法先？俾對手嚟，兩隻，冇煙肉啊，好危險啊！好實啊！家庭嘅觀眾千祈唔好學，因為呢個表演係非常之危險。鎖匙都攞埋嚟，點解嘅鎖？係啊，解咗鎖啊！冇咩快啲解咗佢啦，冇啦。 ？OK， 接下來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。係咪喐咧？左一流㗎。流？咁神奇嘅？因為我學咗童子功。呢個係嚟自德國嘅電動工具 Fine Multimaster， 佢係靠左右擺動各1.6度做到切割同埋打磨，切硬嘅嘢冇問題，但係對於皮膚呢啲軟嘅組織完全切唔到。一般同類嘅工具咧都係用匙鎖嘅，但係呢個工具咧就用一個快拆嘅設計。一般嘅磨機咧都會整到沙塵滾滾，但係呢個 Multimaster 咧就係一個冇塵嘅。把嘢真係好似好勁，好犀利喎！計啦，快啲幫我解鎖。食埋飯俾你解。